平衡日誌平等機會委員會30週年微電影第4集共融之路。平機會辦公室，子軒寫筆記，自言自語。非華裔女同事行近。喺烏爾都語嚟講係 Hello。子軒，你喺度做緊咩啊？Lenny， 我哋練習緊用唔同少數族裔嘅語言打招呼。我哋政策研究及培訓科咧，想做有關於非華裔人士佢哋教育同埋就業困難嘅研究。咁啱啦！我今日會同幾個推行種族共融職場同校園嘅社區夥伴見面，你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去？梗係有興趣啦！我問一問阿頭先，我轉頭翻嚟覆你。好，咁我等埋你啊！企業辦公室，工作團隊有一半係非華裔，氣氛融洽，有人打字，有人講電話。我啱啱收到你嘅電郵，稍後覆你，多謝。後面2位同事。不如我哋俾呢2個款式個客揀啦。好啊，粵語咁話。陳經理帶子軒 Rennie 入嚟。呢度係我哋 office， 雖然我哋團隊唔大，但係都有好幾位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同事。陣間我哋記得你哋上年簽咗種族多元共融鼓著約章之後，我哋有嚟過同你哋一齊開個會。估唔到你哋公司係短短1年就建立到一個咁多元嘅團隊。簽咗約章就代表我哋支持推動種族多元工作間。平機會俾我哋嘅政策指引同良好常規，對我哋建立一個多元文化嘅團隊好有幫助。另外，我哋都係參加唔同約章嘅活動期間，了解到唔少非華裔求職者喺揾工時候，因為語言嘅障礙、文化嘅差異，或者社會上對佢哋嘅偏見而遇到唔少嘅困難。所以我哋嘗試推行約章其中一個建議，重新檢視所有職位嘅語文要求，之後再調低咗一啲合適嘅職位嘅中文要求，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唔同文化背景嘅求職者嚟見工。咁個結果係點啊？我哋收到好多非常高質素嘅求職者申請，佢哋唔單止嚟自唔同嘅文化背景，有好多嘅技能都係我哋公司好需要㗎。仲有啊，佢哋中文唔差㗎，講成語仲叻過我添。哇！我好有興趣想知啊，你哋公司實行咗呢個種族多元嘅僱傭政策之後咧，實際嘅運作有冇好大嘅改變啊？坦白講啊，一開始我哋都有啲擔心㗎，始終大家都係唔同嘅文化背景一齊工作，係需要時間融合㗎嘛。所以我哋搞咗一啲培訓班俾佢哋，等佢哋知道點樣可以喺一個多元嘅工作環境度合作咯。我哋有一位非華裔嘅同事喺開會嗰時提起過，原來清真食品呢個市場需求好大㗎，咁建議我哋公司打入呢個新市場。而家佢已經係發展得最快嘅業務啦。呢個例子好值得其他企業參考啊！不如你哋係嚟緊搞嘅多元潮品活動都做分享啊？梗係可以啦！我哋嚟緊會準備同啲非牟利嘅機構合作，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非華裔嘅學生。到時你哋嚟參觀下。好啊！陳經理帶2位繼續參觀。去邊睇啊？離開後，2人邊行邊傾。參觀完多元文化嘅企業之後，我哋下一站就會去附近一間參加咗我哋種族友善校園嘉許計劃嘅學校。我知道呢個計劃嘅目的係想提高教職員同學生對於種族多元共融嘅認識，同想鼓勵更加多學校搞多啲同學生宣揚種族共融嘅校園活動，同埋安排老師接受相關嘅培訓啊嘛。冇錯啊！所以我哋今日探訪嘅呢間學校咧，會舉辦多元文化日。哇！好期待啊！我哋行快2步啊！好啊！學校操場，佢哋同1男1女小學生打招呼。Hello。女學生包住頭巾。哥哥姐姐，你哋係咪嚟參觀㗎？Assalamualaikum。子軒烏低身。哇！Alaikum assalam。哥哥好叻啊，識講烏爾道語，我都識講中文㗎。你都好叻啊2位同學仔，我想問校長喺邊度啊？我哋帶你哋去見佢啊！好啊！好啊！4人一齊行。友誼小學多元文化日嘅活動室，入面圍住色彩繽紛嘅佈置板，唔同族裔嘅學生一齊玩各種活動，有打板球、桌遊，老師教非華裔女童寫毛筆字。子軒 Rennie 笑住周圍望。4人行到遊戲台前。你哋佈置得好靚喎！係啊，今日係多元文化日，
有唔同嘅活動同埋遊戲，俾我哋認識唔同嘅文化。男學生帶佢哋見校長，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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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揮手。校長你好啊，你好呢位係我同事子軒。你好你好，小明阿 Isa，多謝你哋幫手。你哋要準備一間表演啦。哥哥，記住練習烏爾道語啊 ！Kudafis， Kudafis， 即係拜拜咁解啊！哦拜拜，拜拜。 Kudafis。小明、Aisha 行開。Annie，真係好多謝你邀請我哋學校參加由平機會搞嘅種族友善校園嘉許計劃，俾咗好多培訓機會我哋啲老師。佢哋參加完之後啊，諗咗好多方法教啲學生種族共融同多元文化嘅信息。嗱，好似今日啦，多元文化日就係老師同啲學生一齊籌備嘅。學校最近啊，仲採納咗好多你哋防止種族歧視及騷擾學校政策大綱嘅建議，令到所有學校職員都知道點樣喺校園推動共融。嗱，校長，我哋最近咧都準備做一啲有關於非華語學生教育嘅研究，我哋想了解下學校點樣幫佢哋更加有效咁學中文。到時我都想邀請友誼小學嘅學生同埋老師進行一個訪問。呢個研究嘅結果對於平機會向政府同埋社會唔同界別人士提出建議係好有用嘅。隨時歡迎。嗱，研究開始嘅時候你話我知，我會幫手安排㗎啦。好啊。OK， 好。老師埋嚟，表演開始啦！我哋一齊睇表演啦。好啊。 OK 啊。眾人一齊行。辦公室，子軒打開平衡日誌寫字，畫外音。年輕人係社會未來棟梁，我哋需要更加努力，從小向佢哋灌輸平等機會嘅價值，鼓勵佢哋同我哋一齊同行，將共融理念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希彤笑住埋嚟，子軒寫緊咩啊？我寫緊我今日嘅工作日記。哇！有咩啟發到你咁做先？我今日同阿 Rennie 出去見咗幾個社區伙伴，睇到有好多人喺社會唔同界別都好努力咁推動緊平等機會，而且多元平等共融價值亦都逐漸成為咗下一代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話唔定去到平機會40、50週年，我嘅心得會俾其他人輯錄，或者俾其他同事了解下咧。咁都好有心喎。應該嘅。陳總監拖住篋行近，喂，陳總監，子軒起身。我唔喺度嘅時候，你哋有冇偷懶啊？你幾時翻嚟㗎？啱啱落機，而家擺低啲嘢，準備聽日翻工。佢哋遞上平衡日誌，你睇下我本平衡日誌。我哋咧都加咗自己嘅諗法入去啊。總監揭開睇，哇！睇嚟呢2個月，你哋真係學咗好多嘢喎。係啊，呢一本日誌咧，同埋唔同部門嘅同事嘅專業同埋心得咧，幫我哋解決咗好多難題嘅。我哋會繼續努力嘅，一齊同市民合作，共建一個人人都有平等機會可以發展所長嘅社會。我知你哋一定得啦。嗱，不如咁啦，我請你哋食飯，一陣間你哋慢慢話我知，你哋呢2個月嚟發生咗咩事，好冇？好啊！好啊，去咁而家去啦。三人一齊離開。同行30載，平等更精彩。平機會機構標誌融入喺阿拉伯數字30入面。本故事中的人物、事件及情節純屬虛構，內容並不完全反映平機會的實際運作。全片完。